牌，手机带了都不需要什么牌。摄像嘛。你也没有说了，自己之前刷不到我的，之前刷不到我的，需要手机来所以说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先就搞一点的我们叫社长我有3天4圈感谢啊，感谢你们，欢迎见一下我们上午刚刚开始啊，也不能关系。加个桌啥的。超管屌一个，可以转啊，这个可以转，这个呀，这个随时会转啊，这个也可以转，都可以转。这个就是电动的。你们再站到线外头啊，卖了3个钱，保安没来没签手说，我们走到上去不下。
我可以他这儿有视频啊，不用说了，对吧？对，家人们点开舞蹈点点赞啊，让我们身体
我不吃过片，反正我刚吃的，我大它不是很快。往左边可以操作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才对。然后像压向的好像让人家看的比较有关系。如果这样子正对着对着脸，压你看见都是虽然人小一点，看起来还行啊，还行，就是说通过画面看清楚。美的标准。这个是多久走吗？这个是因为你们在里面。